8號風球懸掛期間，巴士暫停服務。朝早的士站逼滿候車人流，有市民反映的士唔按章收費。截至上晝11點半，交通事務局一共接獲18宗涉及的士拒載、濫收車資、冇攜帶工作證等個案。的士暫停載客，喺的士站外面兜生意。颱風期間要成功出行，都要考驗市民嘅財氣。凌晨時分喺新奧岸區，雖然有的士候客，但係唔係每位乘客都可以上車。就是不打表啊，在過橋。過橋站仔的啊，他收你多少錢？要多少錢？150。佢收你幾多錢啊？150。去哪裡？黑沙環。黑沙環。司機而家大概個係點解收到咁貴嘅？冇保險啊嘛，冇保險。咁而家個價係咪大致上都係呢個價黑沙環？都唔知啊，唔好問我，因為我唔啱價我就行啦，因為我冇保險啊。有市民反映，由關閘到本澳各區嘅價格由200蚊到600蚊不等。啲話200蚊一個人咯，咁啲私人嗰啲咯，但係我哋都係等下咯，一齊停車咯，諗住200蚊，佢話澳門區啊嘛。都少咯，但係都要等咯，冇辦法咯。之前打颱風呢度冇乜車坐嘅，今日其實算 OK 㗎啦。尋晚已經知道今日有颱風，係啊，好方便㗎啦。有旅客反映的士濫收車資，需要在場嘅交通事務局人員協調，亦都有白牌車喺站外招攬客人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朱居如報導。